好啦，大鐘顯示就仲有1分鐘啊，開跑啊！鏡頭影住隻9號啊，枕頭之星。咁啱啱鏡頭都影到可靠大師啊，呢啲馬行埋上去嘅，有過關勇士。好啦，過關勇士都去緊呢一個起步點啦。咁啊，而家頂頭大熱門呢，依然係2號嘅超強60，25蚊嘅獨贏，16蚊嘅位置。不過精算逆然呢陣飛就有啲犀利。而家2搭9，唔係2搭10，開始在6格。目前都仲係2搭5大熱，96蚊。位置方面呢，2搭6都開始着咗6格。另外6搭10呢，同埋2搭10都着咗6格，4搭11都有着啦，唔係2搭11都有着。至於獨贏賠率方面呢，就依然都冇乜點大礙噶啦，仍然有着燈嘅2搭10，鏡頭影住隻超強60，另外8搭10都開始落飛啦，落到嚟90倍。咁啊，大鐘時間就顯示到差唔多啦。咁啊，大閘前嘅紅燈就仲未亮起。咁啊，因為要等埋隻枕頭之星啊，返去先，都要依靠呢個工作人員去睇住呢隻馬。咁啊，因為而家見到隻超強60好孤獨啊。而家就入緊去啦，到咗起步點啱啱先。咁啊，鏡頭影住隻枕頭之星。另外7搭10嘅連贏位都着咗6格。哇，位置 Q 6搭10啊，仲有啡燈啊，真係啡燈啊！6搭10嘅位置 Q， 連贏方面都好多6格嘅。但至於獨贏同位置方面呢，冇咩一帆好着。不過我哋有啲馬嘅開始落飛啦。嗱，大家見到超強60已經回上去27蚊嘅獨贏，而位置就係17蚊。好啦，閘前嘅紅燈亦都已經亮起啦，嚟到今日嘅第4場4班1000米國際騎師錦標賽嘅頭關，睇下邊隻可以食頭糊啦。而家開上嘅馬有枕頭之星，仲喺度搞緊。喂啊！哇，發脾氣啊！超強60唔等你入住先，好啦，枕頭之星搞掂。超強60，中環大興，品德寶寶。好啦，中環大興搞掂，品德寶寶，添開心，凌風傲雪，可靠大師，後面仲有怡最美麗嘅凌風傲雪，可靠大師，最後入閘怡最美麗。嚟到第4場賽事4班1000米浪琴國際騎師錦標賽嘅頭關，準備好晒，隨時起步。好啦，起步嘅時候平排一出，前面快啲一馬大外檔嘅添開心啊！超強60都係快嘅馬嚟嘅。第3位有精算逆然啦，第4位呢就係呢個怡最美麗啊。入邊位置仲有呢個可靠大師，中間仲有枕頭之星啊。入邊位置仲有呢個精益大師啦，再中間位置仲有中環大興，拍住外邊位置呢，仲見到有呢個天火同人啊。尾3位置呢就係嗰啲品德寶寶，尾2位置留翻後跑啊，添開心。暫時電頭馬匹就係嗰啲過關勇士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咯，前面精算逆然大頭守住第1位凌風傲雪啊。第3位嘅馬就係呢個怡最美麗，第4位呢就係嗰隻過年60嚟噶啦。
喺佢入邊咧，有啲可靠大師啦，中間有枕頭之星咧，揈出邊將個天火同樣嗰啲馬嘅入正將個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咧就係精算翼然鬥緊呢個凌風傲雪，中間二最尾啦開始沉聲上嚟嘅啦，哎呀關連60咧，你打落去唔多嘅，入邊位置仲有枕頭之星，中間用穿咗上嚟就呢個品德寶寶，最後100米二最尾啦，知唔知？品德寶寶越逼越近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品德寶寶終點前將二最美麗講過咗。至於第3名係天開心，第4名咧就係嗰隻天火同人或者入邊嘅枕頭之星都有機會爭嘅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咧，呢隻以為二最美麗到先，但係品德寶寶3爬都冇將佢過埋。至於第3名嘅馬咧就係天開心，第4名就係嗰隻枕頭之星啊。